角膜移植手術大致上簡單地可以分做兩種手術，一種就係前層移植，一種就係後層移植。咁眼角膜如果你啲病係影響眼角膜前面嘅咧，咁你就適合做前層移植噶啦。咁但係如果淨係後層有事，咁就可以做後層移植。但係如果你成個眼角膜由前到後都有問題嘅時間，就要做翻傳統嘅全層移植噶啦。傳統嚟講，眼角膜移植係會將成個眼角膜換晒嘅。咁樣手術風險會有啲大啦，同埋亦都係需要聯針個傷口先至可以復合嘅。咁要聯針咧，自然啲線就有問題啦，亦都係需要長時間個視力先至會好轉。咁做前層移植有咩好處呢？前層移植雖然都要聯針，亦都係需要時間康復係耐啲。咁但係因為我哋唔需要攞走後邊嗰層嘅時間咧，就冇排斥嘅風險係低好多嘅。咁後層移植又有咩好處呢？後層移植好多時個傷口好細，未必需要聯針，咁隻眼康復就會快啲啦。做完手術之後睇嘢亦都會快啲，視力質素會好啲。但係手術就會相對地難做，淨係做後層移植咧，新嘅手術比起全層移植嗰個排斥風險係低啲嘅。做完普通嘅眼科手術，大家病人都要好小心噶啦。咁但係做完眼角膜手術，無論係前層移植或者後層移植，都係相當複雜嘅大手術。咁最緊要就係聽做完手術後姑娘嘅指示，跟足去做。咁大致上要護理，尤其是初做完手術要注意嘅係乜嘢呢？千祈唔好撞到隻眼啦。咁包括你好大力咁樣捽眼啦，或者係夜晚瞓覺或者日頭你瞌咗唔覺意捽到隻眼，所以瞓覺嘅時間一定要戴個眼罩去保護隻眼。好重要嘅另外一點就係要依時滴藥水，如果有口服藥亦都係要食，因為唔可以減低隻眼嘅發炎或者係感染嘅機會。如果你隻眼發炎得嚴重咧，係會引致到排斥嘅機會更加大嘅。咁滴藥水方面，因為藥水本身亦都可以有副作用，所以我哋要翻嚟檢查睇下有冇併發症嘅出現。咁如果你做完手術唔好撞到佢啦，唔好捽眼啦，依時滴藥水同埋定時翻嚟覆診，咁我覺得你已經係做得相當唔錯噶啦。我哋普通人做任何移植，因為嗰個器官個組織唔係你自己噶嘛，咁我哋每一個人如果正常嘅人咧係有免疫力嘅，咁當我哋個人發現有一樣異物喺我哋身體當中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發晒癲去打佢噶啦，即係好似打仗咁樣樣，就會當咗呢個我哋所受咗嘅眼角膜或者係其他嘅器官係一個異物嘅時間咧，就會好積極咁去攻打佢。咁我哋每一個人有免疫力嘅時間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噶啦。咁所以普通人如果做完心肝脾肺腎，一定要長期食住抗排斥藥啦。其實我哋眼角膜都有差唔多嘅道理嘅。雖然眼角膜嘅排斥率總括嚟講係低過其他心肝脾肺腎嘅排斥率，但係絕對唔係冇排斥嘅機會嘅。咁排斥嘅時間有咩症狀呢？其實我哋眼角膜排斥或者係眼角膜病咧，好簡單嘅啫。英文係4個字 RSVP。咁 R 係咩呢？ R 就係 redness， 即係眼紅啦。跟住 S 係咩呢？就係 sore， 就係隻眼痛。V 係咩呢？就係 vision impairment， 即係眼矇。跟住最後一個 P 係咩呢？ photophobia， 怕光。咁如果眼睛嘅情況有是但呢4個嘅症狀嘅其中一種呢，你就要留意啦，可能就係有排斥嘅機會。眼角膜排斥或者眼角膜感染或者眼角膜傷口鬆或者眼壓高，都會引致到有呢啲唔同嘅症狀。咁當然未必4樣嘢都有啦。咁但係做完手術嘅時間有是但一樣，我哋都要小心留意。頭先都講咗啦，因為我哋移植嘅時間係一個異物，我哋自然就有排斥嘅機會噶啦。咁除非你係翻做啦，或者係排斥好多次，否則我哋眼角膜移植咧，大致上普通嘅病人都係靠滴藥水就 OK 噶啦。咁滴藥水其實大致上都係一個係激素嘅藥水。咁激素嘅藥水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大致上係3個問題，係會易啲引致到你有青光眼啦、感染啦，同埋白內障。咁滴藥水引致到白內障方面咧，最緊要就係唔好滴得太多，唔係滴得多就好嘅。依照醫生嘅指示，按病情而滴。如果你隻眼係發炎多嘅，自然要滴多啲啦。如果冇乜發炎或者做咗好耐嘅，就可以減少噶啦。
咁至於感染方面咧，頭先都講到㗎啦。如果你隻眼有 RSVP 嘅情況，你就要盡快去睇醫生，因為嚴重嘅感染可以好快地致盲嘅。咁係一個嚴重嘅病情，係需要去睇醫生。眼壓嗰方面咧，只要你定時翻嚟覆診，醫生幫你覆診嘅時間就會 check 到你嘅眼壓，就知道你有冇因為滴青光眼藥水而引致到眼壓高㗎啦。如果手術做得好咧，基本上眼角膜手術嘅成功率係相當高嘅。移植失敗嘅時間咧，好多時其實未必係因為個手術失敗，而因為本身個眼角膜第一，佢移植咗之後有個有限嘅壽命啦；第二，可能排斥引致到眼角膜壞咗啦；或者第三，佢之前嗰個病復發而引致個眼角膜叫做失敗。咁喺呢啲情況嘅發生嘅時間咧，係可以再翻做嘅。咁我同我啲國際嘅眼角膜科嘅醫生傾偈嘅時間，話最多做過幾多次呢？有個朋友做過10幾次都得嘅。咁有冇限呢？我唔知道。咁但係其實係可以翻做嘅，但係就唔係咁簡單啦。因為每一次翻做嘅時間呢，每一次移植係增加你嘅病人嘅免疫系統嘅 activity。因為你每一次移植係增加一個異物去刺激你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咁自然你就排斥嘅機會係相對地會高啲㗎啦。咁所以當你每一次移植，除咗個手術難做啲之外咧，你嘅免疫系統亦都係會更加活躍嘅。咁手術嗰方面，如果之前個手術係冇併發症嘅咧，移植翻做嘅時間係會複雜啲，但係唔會太差。但係如果你之前嗰個手術已經有其他併發症，咁你個手術就會相當複雜，因為除咗你要移植一個做咗嘅眼角膜之餘咧，你仲要去面對其他嗰啲併發症，你個手術先至嘅成功率會高㗎。其實長遠嚟講咧，同短期嗰啲嘢你都係一樣都要留意嘅，包括你唔好捽眼啦，唔好整親隻眼啦，要滴藥水，要去定時覆診，呢幾樣嘢都係應該要繼續做嘅。初期做完手術嘅併發症咧，後期都可以發生嘅，不過當然你做得越耐，嗰個風險相對地就會低咗啲啦。譬如你排斥嘅機會，因為你記住，你做完眼角膜移植手術，你永遠有一個人哋嘅器官喺你個身入邊，即係話長期佢都會繼續係刺激緊你嘅。雖然如果你冇乜血管啊，第一次做嗰個刺激唔係話好犀利，但係絕對唔可以排除呢個機會。咁所以大家都要繼續留意。一樣都要滴藥水，一樣都要定時覆診。如果有 RSVP 嘅症狀，一定要去睇醫生。每一個眼角膜其實都有一個有限嘅壽命，因為嗰個細胞隨住年月咧係會越嚟越少嘅。當佢少到一個地步，或者唔能夠再保持個眼角膜清晰嘅時間咧，咁你嘅病情可能就會復發，可能要再做手術㗎啦。咁點樣我哋可以大概保護隻眼呢？咁就最緊要唔好整親佢、撞親佢啦。游水要戴護鏡啊，出去戶外如果太陽好曬嘅時間，最緊要帶有隔紫外光嘅鏡啦，同埋唔好直接撞到隻眼。咁隨住時間你翻嚟覆診，如果真係發覺有咩唔妥呢，咁其實醫生有機會建議你係再做手術㗎。